功课哦。彤彤姐姐，你是说我们在写功课吗？我说你们好棒哦，都有很认真的下功课写功课。彤彤姐姐怎么办啊？功课好多，我好紧张，都写不完了。我看看，国语诗谱诶，数学诗谱诶，英文诗谱诶。啊，你还有5本诗谱诶，5本作业簿还没有写完哦。我还有5本诗谱要写，这样写不完了。不会啦，我都快写完了耶。你看点点很认真、很专心的写，都已经快要写完了哎！你赶快认真一点，一定很快就可以成功了，加油！只要分配好时间，早上写3本诗谱哎，下午写2本诗谱哎，这样就好啦。早上3本，下午2本。这样早上好忙，好累哟。那不然你早上写2本，下午再写3本诗谱哎，这样好不好？好哎，这样早上功课就变得比较少了耶。还不是通通要写完？诗谱哎，作业簿，诗谱哎，作业簿。哦，漂亮的彤彤姐姐，你可以买诗谱哎给我吗？昨天不是才买1本新的诗谱哎吗？那个是国语诗谱哎，我现在要买数学诗谱哎。哦，是这样啊，好啊。下功课，写功课，下功课，写功课。点点啊，你怎么还不下功课？我在等柠檬哥哥。为什么要等柠檬哥哥啊？柠檬哥哥说，我有乖乖下功课，他就会带我去动物园，所以我要等到柠檬哥哥来，这样他才看得到我下功课啊。难怪你每次说要下功课都要说等一下啦，再等一下啦。诗谱哎，下功课，2句客家话，小朋友记住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罗呀。